喂，係你個鋁窗有滲水問題，需唔需要換窗先至可以解決得到？我哋上嚟幫你檢查一下。其實呢個咧係客戶經常會查詢嘅問題嚟嘅，想知點樣解決就要留意今集啦。我哋嚟到馬鞍山中心喎，呢一個屋苑嘅鋁窗啦，佢無論款式啊或者用料上面啊，喺香港都係十分之普遍嘅。如果你都係用緊呢一款嘅鋁窗，而超過10年都冇做過任何維修嘅話，呢一集值得大家去睇下。大家可以見到啦，單位入邊其實都有好多滲水嘅痕跡喎。業主都話其實已經滲咗好多年㗎啦，都好想換窗去解決佢。不過一講到又話搭下又要搬走，就打消咗個念頭啦。其實除非你個鋁窗有嚴重變形或者曾經俾鹹水浸過啦，一般鋁窗嘅結構咧都好安全、好穩陣，真係未必需要換窗嘅。我哋最緊要知道滲水嘅根源喺邊度。其實鋁窗啦係由一條條嘅空心柱咧而去造成嘅喎。好多時候滲水咧就係因為防水膠出現咗老化。如果我哋呢啲夾口位置嘅防水膠老化啦，或者四邊嘅底膠防水膠出現咗老化嘅話，雨水就會沿住呢啲虛位乘虛而入，有機會導致呢啲牆身啦會受損啦，嚴重嘅甚至乎食正風，我哋會成個窗台可能都漏晒水添。想要解決呢啲問題啦，就要徹底鏟走晒所有舊嘅防水膠，我哋做過一陣比原裝更加襟用嘅防水層，好似馬鞍山中心呢類型嘅鋁窗啦，冇大型嘅玻璃阻隔嘅話，唔需要搭棚，而且一日搞掂喎，既慳錢又環保。我哋一齊睇下師傅點樣做。香港家居博覽將於5月29至6月1號喺灣仔會展舉行，即刻 like 我哋 Facebook 同埋留言話有興趣就可以免費獲取門票入場㗎啦，數量有限，送完即止，到時見。